嗱，今日咧高 Sir 咧就嚟到河源啦，咁啊呢度咧就第一集非常壯觀。大家睇下而家，我要睇個我第一次嚟到河源參觀呢樣嘢，哇，超正！哇，大家睇下啲水。在河源新豐江水電站，我們將登上大壩，乘船遊萬綠湖，聽講解員口中那段攻堅克難的歲月，了解建設者們在艱苦的條件下開山鑿石、築壩引水，憑住一腔熱血與執著，築起了守護粵港兩地的水利屏障。我們向每一位建設者致敬。而家高 Sir 咧就上壩啦，你見到後邊啲同學咧好雀躍啊，上山啊！哇，大家睇下，哇，睇下，哇，呢個，剛剛我哋咧就喺呢度，哇，睇呢度，咧就係咧呢個閘門，咁啊佢咧原來咧嗰個有個街拉嘅，一個 shot， 哇，嗰啲同學犀利，真太美麗啦！去馬卡啊，非常期待。我哋而家咧就坐船啦，哇，坐船，正嘅。嗱，而家高 Sir 咧嚟到咧惠州嘅東江公園啦，係啦，咁咧實地去感受一下啊，即係看得見、睇得到嘅東江水。嗱，而家高 Sir 咧嚟到呢個東江公園咧，樓下呢真係東江水嚟嘅，咁咧即係難得嚟到咧，高 Sir， 未下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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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惠州嘅最後一集啦，咁啊嚟到咧廣東嘅一個機構啦，咁啊學習非常期待。在這那些應用於流域治理的人工智能專業模型，東深供水數字聯生系統，我們見識到了智慧水利的硬核實力。守護一江碧水早已不再是單純的人力守護，而是科技賦能下的精準治理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